各位老師同學早晨，而家早禱開始。今朝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天使為什麼能飛？其實世界上有好多事都係講唔清楚嘅。相信喺你日常生活當中，你往往都會遇到。喺一家醫學院學習嘅梅子，居然同佢另外5位好朋友一齊編到同一所醫院學習，因為佢哋學習嘅專業相同，佢哋都被安排喺婦產科嗰度實習。喺學校能夠一齊學習生活，實在令到佢哋6個姊妹都非常之歡喜。但係冇幾耐，一個殘酷嘅問題亦都擺到6個姐妹面前。呢所醫院最後只能夠留用其中1人，能夠留喺呢一所省內最高等級嘅醫院，係呢6個姊妹共同嘅渴望。但係佢哋不得不面對有你冇我，有我冇你呢一個殘酷競爭同埋淘汰。臨近畢業嘅日子越嚟越近，6個姊妹嘅較量亦都越嚟越激烈。但係佢哋始終相互激勵，相互祝福着。院方為咗確定究竟邊一個學生能夠被留用，亦都舉行咗一次考核。結果出嚟啦，但係面對同樣出色呢6個姊妹，院方一時都唔知道點樣取捨。但係現實係，院方只能夠留用其中1人。6個姊妹當中，開始有人表示自己屋企喺外省，更鍾意畢業之後能夠返到家鄉。有啲就乾脆話，家鄉嘅小縣城已經有醫院同意接受佢。美麗嘅謊言感動住一個又一個人。呢一日，6個姊妹都突然接到一個相同嘅緊急通知，一名待產婦就要生產啦，醫院需要立刻前往佢嘅家中救治。呢6個姊妹就匆匆咁上咗救護車啦。一名副院長、一名主任醫生、6名實習醫生、2名護士同時去搶救一個待產婦。如此隆重嘅陣勢，讓呢6姊妹都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嘅緊張啊！有人靜靜咁問院長：哇，係咩樣嘅人物啊？要咁勞師動眾嘅？院長簡單咁解釋話：呢一名產婦嘅身份同埋佢嘅身體情況都有啲特殊，俾你哋都嚟，就係想你哋都唔好錯過呢個咁難得嘅學習機會。你哋真係要認真觀察學習啊！車內頓時一片沉默。待產婦家好偏僻，急救車左拐右拐，終於到達。待產婦已經折頭得滿頭汗水啦。醫護人員七手八腳將待產婦抬上急救車後，發現咗一個問題。哇！車上已經人挨人，待產婦嘅丈夫連位都冇，佢根本就上唔到呢一架車。人人都知道，待產婦到達醫院進行搶救係唔能夠冇親屬喺身邊辦理一啲相關嘅手續嘅。人人都下意識咁望下副院長啦，但係副院長當時正低住頭為呢一個待產婦檢查，頭都未抬起啫，佢就話快啲開車咯。所有人都爭住啦，都唔知道如何是好。呢個時候，梅子突然跳落車，示意待產婦嘅丈夫上車。急救車風馳電掣咁開往醫院。等梅子氣喘吁吁趕到醫院嘅時候，已經係半個小時之後啦。喺醫院門口，被佢參加急救嘅副院長，佢被參加急救嘅副院長攔住啦。副院長問佢：哇，咁難得嘅學習機會，你點解會跳落車㗎？梅子
擦着頭不斷流下嘅汗水，佢就回答咁話啦：其實車上已經有咁多醫生、咁多護士，少咗我一個又唔會影響搶救人嘅。但係冇病人家屬，可能會俾搶救嘅傷者同埋呢一個嘅家庭帶嚟一啲嘅影響嘅喎。3日後，院方留用嘅結果出來啦，梅子就成為呢個幸運者。院長講出理由：3日前嗰一場急救係一場意外嘅測試，將來你哋無論去到邊度，無論從事乜嘢職業，都應該記住一句說話：天使能夠飛翔，係因為佢將自己看得很輕。其實你相唔相信呢？如果人能夠拋卻自我拋卻一啲嘅負擔同埋束縛，一樣係可以好輕好輕咁樣飛翔。其實呢一樣嘢說就容易，但係做就當然困難啦。因為我哋往往都有好強大嘅自我，我哋都往往將自己嘅需要睇到好大。簡單如譬如班會一啲嘅活動，或者同學之間一啲籌備嘅活動，又或者一啲嘅 project， 好多時大家會唔會都係着眼於自己嘅利益同埋好處，以致將嗰個團隊將整體嘅利益都放後呢？其實睇完呢個故事呢，唔知大家都有冇一個即係感動。其實人肯放下自己嘅利益去成就其他人，其實都係一啲有好高嘅情操嘅行為。但係當我睇完呢個故事之後，我諗到嘅就係神，因為神嘅偉大遠遠都係超過人能夠所做嘅。我記得好清晰一句嘅經文就浮喺我嘅腦海裏邊：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呢一個情操，呢一個咁樣嘅愛人嘅行為，唔係更加令我哋感動咩？我哋都係幸福嘅一群，因為我哋有神嘅愛。好，請大家同時同心低頭禱告。親愛嘅天父，我哋感謝你，你係嗰位愛人嘅神，你滿有慈愛，你係一個公義嘅神，你厭惡罪，但係因為你嘅慈愛嘅緣故，你讓你嘅獨生子嚟到世上。主啊，求你都係讓我哋真係去懷住一個感恩嘅心，讓我哋嘅生活裏邊都係讓主你成為我哋生命裏邊嘅寶座，讓你去即係去教導我哋點樣去做一個榮神益人、合乎主你樣式嘅孩子。我哋亦都恭敬將我哋今日嘅上課嘅路程交到你嘅手裏邊，求主你親自去保守帶領。以上簡單嘅禱告，乃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